大家好，我係 Candy，歡迎嚟到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今集想同你講一本我覺得好值得慢慢睇，亦都好值得慢慢講嘅書，叫做《童年的傷，情緒都知道》。呢本書如果用一句說話去概括，好多人會話即係講原生家庭啦。但我覺得如果咁樣去理解，本書就會太過扁平。因為呢本書真正想處理嘅唔係一種好抽象嘅你細個受過傷呢一個概念，而係一個更加貼身、更加成年人先至會感受到嘅事。有時你而家咁容易內耗，咁容易焦慮，咁容易驚俾人嫌棄，咁難信人，咁難鬆落嚟，未必係因為你而家唔夠努力，而係你個人可能用緊一套一直好舊、好細個嘅時候已經學識嘅生存方式。而最麻煩嘅係你用得太耐，耐到你以為嗰個就係你本身嘅性格。所以今集我唔會再將呢本書單純講做一條控訴父母嘅短片，我反而想講得更加準確啲。呢一本書其實係幫你睇清楚童年點樣悄悄地喺你身上面，情緒、關係以至係教養方式入面，喺你成年之後繼續影響你。如果我要用一句說話去總結成本書，我會話童年創傷最深嘅影響唔係你記得幾多，而係佢已經變成你處理世界嘅方法。我覺得呢一本書第一個好值得講清楚嘅地方，就係佢幫人拆開咗一個好大嘅誤解。好多人成日以為創傷一定係好嚴重嘅事，例如係暴力啦、遺棄啦、極端羞辱，或者係非常混亂嘅成長環境，呢一啲當然係創傷啦。但問題係真正困住好多成年人嘅，未必一定係呢一啲好明顯、好戲劇化嘅事件，好多時反而係一種長期、細微但係持續嘅情緒失落。例如你細個喊冇人理，你表達感受嘅時候會俾人話太敏感，你驚冇人安撫，反而俾人催促你要快啲乖啲。你做得唔夠好，就即刻俾人比較。你永遠都要睇大人面色，先知道自己安唔安全。你慢慢學識唔好麻煩人，唔好表現得脆弱，唔好令人失望。咁樣長大嘅小朋友，未必會話自己童年好慘㗎，甚至好多大個咗之後，仲會幫屋企人講說話。其實我父母已經算好好啦。佢哋都係好辛苦，以前佢哋都係咁樣大嘅。呢啲說話唔一定係錯噶，不過呢一本書就提醒我哋，衡量一個人嘅成長有冇留低創傷，唔應該只係睇件事夠唔夠大，而係睇嗰個小朋友有冇被接住。一個人成長最大嘅安全感，唔係嚟自完美嘅家庭，而係嚟自當我有情緒，當我亂，當我脆弱，甚至乎當我做錯嘅時候，有冇令人知道我仍然值得被愛？如果冇嘅話，個傷未必要好轟烈，都足以留低好深嘅印痕。我覺得呢一點對香港觀眾嚟講特別重要，因為香港有好多家庭其實唔係好衰㗎，只係長期都好忙、好攰、好緊張，家長要返工、要供樓、要處理經濟壓力、要顧小朋友嘅學業、要補習，亦都要顧佢哋有冇規矩。喺呢一種節奏底下，屋企好容易變成一個功能上運作到，但係情緒上就好乾嘅地方。即係食飯有人煮，讀書有人供，學校有人跟，但係就好少有人會問。成績有人緊張，情緒反而冇乜空間。小朋友學識好快，表現先安全，乖先有人中意，唔好令到大人加重負擔。所以第一個重點我會講得好清楚，就係童年創傷未必嚟自一個驚天動地嘅傷害，好多時只係一個長期冇被理解同埋冇被接住嘅時刻。而第二個重點，我覺得亦都係全本書最有力嘅地方，係佢唔停留喺回憶嘅童年，
佢真正想處理嘅係嗰啲俾童年訓練出嚟，成年後仲一直用緊嘅反應模式，即係話有時困住你嘅唔係一件你記得好清楚嘅往事，而係你而家對世界、自我、關係嗰一種幾乎自動化嘅反應。例如有人俾一啲批評，你就會覺得哎呀好羞恥啊，唔係因為件事真係咁大啊，而係細個嘅時候可能一做錯就會被否定成你就係唔得噶啦。久而久之，佢唔係驚自己做錯，佢係驚自己不被接受。有啲人一見到對方冷淡就會好亂，成個腦即刻諗係咪我做錯咗啲咩呢？因為佢細個可能已經習慣咗大人嘅情緒突然會變，而自己就要不停觀察、調節、討好先至可以換到平靜。有啲人表面好獨立噶，乜都話自己搞得掂，但其實唔係真嘅自由，而係佢一路都唔相信有人會真正接住自己，所以佢寧願辛苦啲都唔敢依靠人。呢啲全部都唔係性格，好多時係生存模式。我覺得喺香港大嘅小朋友對呢一點特別有感，因為香港好多人大個咗之後，外表好正常，繼續返工，有責任感，亦都好識做嘢，但個心入面其實好容易自責，好容易緊張，好難休息，亦都好怕麻煩人。你會見到一種好常見嘅狀態，就係個人睇落function到，不過個心一直都唔放鬆。例如明明已經係放咗工噶啦，個腦仲係好高度警戒，收到一個普通嘅 feedback， 個心已經即刻向下沉。或者屋企人一句無心嘅說話就會棘住你好耐。做咗父母之後可能會更加明顯噶，因為小朋友一喊、一失控、一唔合作，就會莫名勾起你身體入面一種過度反應。呢個位好重要啊，因為好多人做咗父母之後先至第一次接觸到自己童年未被處理嘅部分。你個小朋友點解會喊呢？你點解會咁煩躁呢？小朋友唔聽話，你點解會有一種我控制唔到就會出事嘅緊張呢？小朋友情緒大，你點解會下意識就想叫佢快啲收聲，快啲停呢？呢一個唔係因為你特別差，而係因為細個冇人教過你情緒原來係可以被接住，唔一定會被壓低㗎。所以第二個重點我會咁講，就係成年後困住你嘅，往往唔係回憶本身，而係你已經內化咗嘅防衛模式。第三個重點，我覺得係呢一本書講得最成熟嘅地方，就係佢冇將成件事由頭到尾變成一種簡單嘅控訴，因為佢唔係要你去 blame 你嘅父母。如果只係停止去 blame， 其實做人係好難向前噶。當然有啲傷係真嘅，有啲缺失亦都真正令人覺得好痛。承認嗰啲痛係好重要，不過療癒真正嘅重點唔係知道邊一個令你受傷，而係開始問我可唔可以唔好再用同一套方式去對自己嘅伴侶、對自己，甚至乎係對自己嘅小朋友呢？呢一個先至係最關鍵，因為好多家庭創傷最可怕嘅地方唔係發生一次，而係佢會變成一種關係嘅語言，一代一代傳落去，而每一代人都覺得自己只係用正常嘅教法，或者覺得係正常嘅相處。香港家長喺呢一方面真係好常見，好多父母其實係好愛個小朋友噶，亦都肯付出、肯使錢、肯犧牲。不過因為自己冇被溫柔咁對待過，所以一遇到壓力，變成出嚟講嘢嘅就唔係理解，而係命令；唔係陪伴，而係控制；唔係接納，而係催促。所以療癒唔係一句好浪漫嘅你愛返自己啦，療癒好多時係好具體，甚至係有啲辛苦嘅。就係當你被觸發嗰一刻，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自動複製你細個最熟悉嗰套反應呢？下次想發火嘅時候，先停一停，可唔可以唔好喺好想羞辱自己嗰一陣，先認出原來呢一把聲唔係真理，只係一啲舊嘅創傷。可唔可以喺對小朋友講一句點解你成日都係咁嘅時候，問多一次你而家係咪好難受啊？所以第三個重點，我會歸結為療癒唔係為咗批判上一代，而係為咗唔再將同樣嘅情緒帶去下一段關係。
所以如果我要用最精簡嘅方式去總結呢一本書，我要話童年嘅創傷未必係一啲大事，好多時只係長期冇被理解、冇被安放嘅情緒。而成年之後最困住你嘅亦都唔係回憶，而係一啲你習慣咗嘅防衛方式。第三，療癒唔係去怪父母，而係停止將傷一代傳一代。我係 Candy， 多謝你收聽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希望呢一本書可以幫到你，照顧到你點樣被自己養大，亦都照顧到你點樣可以令到下一代更加有良好嘅關係。下集再見。